此时此刻，我是多么想拥抱你，可是我只能这样默默地看着你。这些花我全要了。这些花不值这钱。我认得你。你认得我？难道你知道我是？你是救出我的尉迟哥哥。肯定是你，虽然那天我没有看清楚，但是绝对不会认错的。这些花都烂了，我不能收你的钱。如果你想要花的话，下回我给你点新鲜的。没关系，阿宇，我能否带你去一个地方？什么地方？去了便知。好。